各位乡亲，大家好，王定刚。目前还在做安呀客家文化啦、山歌啦、弦的啦、有多少有兴趣啊？安呀这个今天个课程，今天唱的安呀客家小调、都马调。各位乡亲，大家好，来简单介绍安呀客家人的乐器。客家唱山歌呢，就用到的乐器因讲咧纸上谈兵先看下来，首先看你去弦呢，二弦呢，下半呢出那个是个什么水叶子啊，牙字好啊，要晒早来弦呢火啊，糯啊都变啊掉落去，变啊掉落去，光说弦先掉落去，做起弦呢，用条线呢叫二弦。所以那个想到二胡啊，这个爱我呀，那二弦，你看出来呢，出现很多高个板，你看太早个高个板，细早个高个板，你看上大一的板高，你看怎么动个点，你看怎么大概怎么拍子用呢？那个你还怎好？这个鼓的大上都咚，你看那细鼓。普通的那个装下里面那个做那面啊，茶四茶再个那太鼓，真太长。要是小鼓，要是山歌鼓是你讲那唱山歌用那鼓的。不然下半年出，你到那哪位？今年出那哪位？以前人讲那长车啊，车个长车啊，你看无讲长车啊，就讲哪位？过来来隔标呀，也是细路。细路出打在上头呆，所以人讲那呆所以那丢路那种人个中南面用他用得到，那么那种铜锣他太早铜锣，铜锣这么框，然后就简单介绍鼓这种图面的说明了，等他们现场用的部分拿出来我们大家参考啦。介绍客家乐器，简单的客家说明首先看珍珠片弦呢，你看种二弦因为这两条线你就说二弦，讲过你二胡这个二胡嘛，从那种二胡是叶子这个是个牙字个小个早做去了晒早去了好可能做出别的牙齿，牙齿干那种显现韩国那千金韩国的显牛的你看调音的时间调高调大的时间你看做那显牛的显牛的调嘟好，音大涨了所以变一显的你看今天演马迷是马跟米那气的左边嘟太色爆了鸡一什么有伤是吧？这个现在简单就介绍啦你看那么就介绍了鼓的那山歌鼓首先就讲讲过啦，然后他太早讲了，然后现在讲了，那半秒，那唱山歌一半的时间，他可以讲老板，除非你他要怎么上你知道他了你说他太早讲了，然后加来，用加来半，高来半了，唱山歌是起头的时间，等他唱山歌，除非地方你做很多半秒，你用老板那么你咋？你出来丢落，都呆就是他生个铜锣种丢落，就是呆那么过了下半年来说孬要长车，以前做生意的讲谈到长车，你还很多人讲长车讲那孬下半年咋？你看铜锣做得太早从那里中央面等下弹个上中央面从那弹了那么上
做太医的事情，除了用我哋同咱同路，那么那个山歌鼓，要那写鼓的，那。唱山歌鼓啊，配合了同路，除了配合弦的，除了那种鼓来，那种东南那个太鼓无共样，那太鼓用插了在加啥大，个那太鼓，你这山歌唱山歌用那写鼓的。可是呢，介绍人家客家的歌那小调，客家小调的名啊，叫做都马调。你歌伊记了歌词用啊，你简单来念嘛。记了嗦嗦咪来咪嗦来2、3、4，嗦哆啦嗦啦哆嗦啦哆来咪嗦来咪来哆西啦嗦啦哆来咪嗦来咪嗦咪。你要出现都马调给有个前奏，前奏过了以后，转过来开始我唱了的歌词这样填落去。伊歌词的有张眼、张阿眼、眼眼，张眼离来，你马个数开发到尾数开发，眼眼离来，流数开发。上面的时候，那起数嘛个数，客家人做了新流行，伊做了上面嘞，嘛个数嘛个发，其实咱写了嘛个数嘛个发，你也去做你分上个数下个发，其实咱歌词填上去。一听起来有12年了唱简单听的不是唱了2年，唱了2年3年嘛还是做的，不是唱了差不多3年。人家上都马调开始唱的时候，你才能念起来歌谱是念下了，你开始1、2、3、4的时候，他填了念2遍，2遍歌的时候，这样来写上填的念，好来1、2、3、4，嗦嗦咪来咪嗦来咪嗦哆啦嗦啦哆嗦啦哆来咪嗦来咪来哆西啦嗦啦哆来咪嗦来咪嗦咪来来咪嗦咪来来咪嗦哆嗦咪来咪哆来咪来来嗦嗦嗦咪来咪嗦来咪来来嗦咪来咪来哆咪啦哆嗦1、2、3、4，来来嗦咪来哆啦哆西啦嗦啦来西啦西啦嗦啦来西啦啦哆嗦啦哆哆咪嗦咪嗦啦来西啦嗦嗦嗦西啦嗦哆啦嗦啦哆嗦啦哆来咪嗦来咪来哆西啦嗦啦哆来咪嗦来咪嗦咪。等下就把它示范一遍，让大家这样来用弦来
久的，拍下去啊，你张在脸下的大骨啊，人家很来骨的来一边用跟上面洗个咯，来一边的说的时间啊，咱能拍下窗，咱能用窗哎，好，然后开始拍骨的了，来。搞了哦，都马调哦，现场的唱啊，哎呀，现场的哪一些哪几个唱，拍下这个锣鼓啊，哦，来。
最名了，复习了以前搞过那个小调，哦，了那个陈秋梅同行那个班长调子了对上啊，以前演过的桃花开，哦。